哈哈哈哈！大奇门中的一个小辈，你们竟舍得花这么多钱去抓他？哼！我看你是为了大奇门的宝藏吧？哈哈，什么宝藏啊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我们请前辈只是活捉铁中堂报仇而已。哎，对吧？是啊，那个小子实在是欺人太甚。白星武在。我问你，你们究竟为什么要抓铁中堂？我们商量好了，一定要找到大奇门的宝藏平分。只有铁中堂知道大奇门宝藏的位置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他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们敢欺骗我！小人刚才一时糊涂，前辈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们再也不敢有半句假话，请你放了白星武吧。我谅你们也不敢再骗我。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前辈，您的摄魂大法果然非同一般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当日寒风堡和大奇门一战，您手下的壮士勇猛过人，只杀得大奇门差点全军覆没，就连铁汉也被前辈擒归于麾下。啊，风老前辈真是当今武林第一高手啊！哼，这武林第一高手，岂是你说了算？而其动也，风雨如晦，雷电共作；而其静也，碧落星开，体相浩静。这首《碧落赋》说的就是当今武林高手。我们风雨雷电四人当中，我只排名最末，何足道哉？难怪当日我们兄弟俩遇见雷鞭的儿子，都败在他手中了。哎，想来雷鞭那老人家武功真是深不可测，只怕当今武林第一非他莫属啊！你们二人武功平微，自然不能和人家相比了。哈，我们自然也不能与风老前辈相比，谁高谁低，谁也说不清楚。风老前辈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啊，不知风老前辈什么时候去抓铁中堂？你着什么急呀？现在我可没时间管那些小事。我刚收到了武林帖。武林帖？有人发帖去声讨朱枣，我当然要去凑个热闹。朱枣？哦，就是上次坐在轿子上让人抬走的人。是啊，上次就是他坏了我们的事。不知前辈可否带我？一来看个热闹，二来铁中堂可能就在那儿。那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吧。多谢前辈。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看来很快有客人来拜访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这里清静了许久，难得热闹一下。来人！邵主人，邵主人，派人留守山道进口，有客人要到了，好好招呼。是。老夫来看你来了，姑娘，
姑娘，老夫来了！哎呀，姑娘，我来了！姑娘，我老夫来看你来了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赶快把衣服穿上！哎呀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身体吗？我现在就给你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赶快把衣服穿上，不要闹了！怎么，你害羞了？我来帮你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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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有那么色吗？我又不是老牛吃嫩草的那种人，我是为了我儿子。我刚找到了我的儿子，就来告诉你，为了让你们完婚。嘿，我的儿子英俊潇洒，武艺高强，尤其是他对女人是很专一的。你们两个人呐，真是天生地造的一对儿。你见了我的儿子，你肯定会说，老夫没有骗你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他去，我走了啊。难道真是这样吗？我真的走了。云少侠，大师，我正有事要问你。哦，云少侠有什么问题，只管问吧。我当时是怎么来到少林寺的？大师为什么肯运功救我？你一定要详详细细告诉我。我知道你们出家人是不打诳语的。哦，阿弥陀佛。那天老衲正在闭关练功，只差1天就可功德圆满。要不是雷边，我是无缘出来救你的。师傅，你赶快给老子出来！老子急事找你，快出来！施主。施主得罪你们这群人太不像话了，竟敢对长辈如此无礼！你们赶快把他弄下去，快点，快点！雷边，雷边是什么人？大师，你快说。雷边曾拜老衲师傅的师傅为师，论起辈分，他比我还高。可此人天分极高，很短时间就把少林武功学得很精通，便还俗去了。那他和救我有什么关系？是温姑娘求了他，所以雷边才不由分说，硬是把我拽出禅房。换了别人，在我闭关练功之时，谁也做不到。你能得救，说到底还是应该感谢温姑娘，没有她，你我无缘，你恐怕已经死在寺外。
太太，太太！太太，我错怪你了。全部姑娘都给我留下来。都留下啊！留下！喜欢的是女人。谁说我喜欢女人？我跟你们一样，都喜欢男人，而且很爱很爱。只是我喜欢的男人，他不爱我。我知道你们来这里是为了钱，可是有钱又有什么用？我有钱，可是你们觉得我快乐吗？我告诉你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得到爱人的心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这世道没钱怎么行呢？我们这些姐妹谁愿意干这个呀？很多人都是因为家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就被卖到这里。说到头还不是因为钱嘛。不错，钱是很重要。我跟你们一样，都吃过苦，所以我才把钱看得很重要，觉得没有钱是万万不可以的。所以我的爱人才觉得我是个逢场作戏的女人，所以他离开了我。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有人为了他连命都不要，难道他真的可以满足吗？姐姐，不要多想了，我们喝酒。来，喝酒，喝酒，来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敬姐姐一杯。来，喝吧，敬你一杯，喝吧。小姐，不要想那些伤心的事了。这个世上让人高兴的事本来就少，
何必自寻烦恼呢？是，这些银票能包着妓院多少天？哎，至少能包3天。那好吧，就包3天。这3天里面，所有的姑娘不用接客，陪我喝酒好了。好好招待，好好招待，热心点，热心点，好好招待着。请问这位大哥，去崂山怎么走啊？崂山，兄弟，这就是崂山了。崂山大着呢，前面那几10座山峰都是崂山。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要去狮子峰。狮子峰，翻过前面那座山，再穿过一个峡谷就是了。好，多谢。是你主人派你来接我的吧？想不到这条缝隙后面还会另一个天地，那一定就是朱枣的住处了。不过以我的武功，就算找到他的住处，也无法救出灵光妹妹。那要怎么办才好呢？傻小子，你呆头呆脑的看什么呢？少主人猜得不错，你果然来了。我们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了。你们家少主人怎么知道我要来啊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跟我们走就行了。少主人等着你呢，我们走吧。好个痴情的种子，一定走累了吧？来来来，坐。果然是个不拘小节的大丈夫。对了，你敢不敢吃我这里的酒果啊？以兄台的武功，想要杀我，还用得着在酒里下毒吗？只要你这里酒好果鲜，在下就不客气了。好。姐。丫头，你笑什么？你们还不拿出点本事来，让我这客人看看？
你呀，真是块死木头。算了，我们这里很少有外人来，既然你来了，就是我的客人。好，好吧，就让我带你到外面走一走。宋主人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灵儿，我当然会来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挡我的。容易，难。小兄弟，你可知道刚才他嘴里说的容易是什么，难又是什么吗？此刻，他想杀我容易，但是就算把我杀了，想让灵儿忘记我，却比登天还难。他说的可是对呀。看来你引来的年轻人脑筋很好使啊。怎么是我引来的？不是你让贫奴引路的吗？不错，是我的猫把他引来的，不过也是你认可的，不然的话你怎么会让何时何了去接他呢？我就知道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的眼睛，你就是给我添乱。人家也是为了灵光妹妹好嘛，你也知道叫她移情别恋比登天还难，现在人家的情郎已经找到这里，既然他们是这么好的一对儿，你不如做个人情，就成全他们吧。我凭什么要放了他们？以他的武功，我想杀了他是随时的事儿，就看我的心情如何了。你要是杀了唐哥哥，我就跟他一起死。你要杀就先杀了我吧。我怎么忍心杀你呢？你不肯杀，又不肯放人，到底打算怎么样？对呀，你到底想怎样也该让人家知道吧，总不能这样一直拖下去啊。这样吧，让我想一个比较公平的方式去解决。春花秋月，把这位公子带去休息。你真是没心没肺，人家两人刚见面，你应该让他们多叙叙旧，说说真心话才好啊，你干嘛这么着急把人家分开呢？好，都别说我小气，你们好好续下去。这些日子我在路上一直担心你，怕你受苦，也不知道朱枣会怎么对待你。哎，你有没有受苦啊？在这里，除了见不到你之外，其他都很好。其实，朱枣也不那么坏。可恨的是，他扣押住你，不让你离开。你说，哎，他这样做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他不让我走是他的不对，但除此之外，他事事都让着我，很有礼貌，也讲道理。我看这里的女孩子都喜欢他。其实我也觉得，朱枣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。唐哥哥，对了，我还见过朱枣的娘亲，她对我也很好。他娘也在这里？是的，她一直在闭关练功，看起来也像鬼母一样凶，但是也像鬼母一样是个好人。对了，灵儿，你说到鬼母，我想起了艾大哥。艾大哥怎么了？
艾大哥，他后来听不见了，他为了怕拖累我，就悄悄地离开了。他临走的时候，还给我留下一封信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把你救出来，送回鬼谷去。艾大哥是个好人，我也很担心他。唐哥哥，你说朱枣会用什么方法来为难你呢？朱枣这个人虽然有点狂，但他并不是什么卑鄙小人，我相信他出的题目一定比较公道。不过朱枣这个人精灵古怪，我担心他一定会想出很难的事让你做。灵儿，你放心，不管怎么艰难，我都会把你救出去的。田少侠，你今年多大？我已经22岁了。22岁，哼，风华正茂啊！想当年我22岁的时候，满怀大志，想要下山闯江湖。我爹当时给我出了2阵，他说，如果我能破那2阵，我就能下山。兄台要是能破得了，我也愿意试一试。好大的口气呀！你可知道，他可是武林的奇才。如果你能破这2个阵，说明你也有我的才智。将来，如果你有造化，也可以在武林里留名。我把它交到你的手里，也总算是把它交到了一个能保护他的人的手里。那你说话可一定要算数啊！我绝不食言。兄台，请开始吧。你就用这块黑布蒙上你的眼睛吧。潇湘剑阵，你只要猜出阵中有几名女子，并且让她们的手中无剑，就算你赢了这一阵。潇湘剑阵中应该有4名女子，对吧？赢了，唐哥
赢了。堂哥哥，小兄弟，想不到你的听力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。这多亏艾大哥教我的天通耳。朱兄，这一阵应该算是我赢了吧？当然，这阵你赢了。当年我破这个阵也很轻松的，可是好戏还在后头呢。你先休息一会儿吧，再过2个时辰，准备破第2阵吧。太多了，这样会把我撑着的。你一定要多吃，不然没有力气闯阵的。刚才那个潇湘剑阵，别看布阵的是4个女的，可她们每一招都要人命。你当时是看不见，可我在一旁看的，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。没关系，我听得到他们剑在哪儿。这次幸亏艾大哥教的天耳通，但是下面朱枣一定会出更强更厉害的。堂哥哥，你可一定要小心。能练出这样的剑阵，朱枣也称得上是武学世家。他也是一个真正的武学奇才，只可惜武功没有用在正路上。公子用晚餐了吗？时辰已经到了，请您去破第2个阵吧。好。水姑娘，过来跟我一块儿观阵吧。兄台，这次是什么阵？这就是你让我闯的阵吗？这个阵理应是天上才有、人间难得的仙女脱衣阵。你别看她们7位小丫头武功虽不太高，但也不弱。她们7个人把你围在中央，一面脱自己的衣服，一面脱你的衣服。谁先脱光，谁就先输。哼，这仙女脱衣阵，我敢夸口，在武林中没人见过。既然能闯关的，也算是武林高手。他们7个人脱衣服的时候，我如果将他们全部打倒，脱阵而出，那算什么？只要你把他们打倒，也算你赢。好，姑娘们，请出手吧。慢着，如果这次他要是输了呢？10年前，我第1次破不了关，第2次才过城。如果他这一次输了，还有1次机会，我会给他7天时间研习。如果再输了，也就没有办法了。这样倒还算是公平。奏乐，布阵。
丫头们，别撕破她的衣服，要把她的衣服脱光，这才是我们仙女推阵的妙处。要想撕她的衣服，还会等到现在吗？唐哥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绝不会弄坏你一粒一口的。是啊，稀罕，我们才不稀罕呢。可是你要嘛，我们偏不给，姐妹们，对吗？对，不给不给，就是不给。鸽子姐姐，你看她那么生气，你就给她吧。哟，这副小脸蛋一生气更美了。只可惜我不是男人，你越撒娇啊，我就越不给你。对，就是不给。怎么？就是。唐哥哥，你穿上吧。灵儿，对不起。唐哥哥，别说丧气话，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呢。这是天造地设的一段，我看不如你就高抬贵手放了他们吧。好啊，我们有约在先，只要你在7天破得了这个阵，我就放你们走。你跟我来吧。